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客庄小旅行，持续探访的是苗栗的明凤山古道，这是台湾10大古道之一。原本是运送物资的小径，但是后来因为县道开通而没落。但现代古道绿树成荫，吸引很多游客来此一游。氤氲森林参天古木，明凤山古道群就位在狮潭乡与头屋乡交界。这里是台湾10大古道之一，现在是民众登山赏桐的圣地。如果是桐花盛开的时节，桐花飞舞，满地五月雪，更是令人着迷。目前我们从明凤山到狮潭义民庙，台山县的义民庙，长达3公里。那这沿途呢，总共有11条网状的路线，总长有42公里长，它是形成一个古道群。明凤山这里原本是原住民打猎的小径，后来变成了客庄村民运送物资到狮潭贩售的经济命脉。这些当地的居民呢，种的茶叶、竹笋这些农产品呢，通通挑往狮潭去卖。然后明凤山的这些居民呢，也有在狮潭种一些田，所以呢，就把稻谷从这条古道呢挑回来。只是苗22线开通之后，古道没落尘封了数十年。当地居民想让大家也能感受古道之美，民国85年砍除杂草，清出古道，才让游客有机会体会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。到苗栗圣心车站也是必游景点之一，标高402.236公尺，是台湾西部铁路的最高车站。100年的木造车站有浓厚的日本风情，另外还有7个隧道群，让游客可以感受旧山线之美。玩累了，想要喝点客家擂茶，据说这里有甜、咸、辣3种口感。来，这是我们擂茶3吃的所有的材料，把擂茶擂成粉末状，就能够加入店家特调。有这个玄米，这是红糖，所以我们的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黑糖姜汁跟擂茶很对味，喝完热的擂茶，炎炎夏日还能够把擂茶变成冰沙，消消暑气。冰的也有冰的特色。客家擂茶变化多，业者还研发了桐花擂茶冰沙，光是看就有好心情。走一趟苗栗旧山线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客家风情。猎场上的奔驰，商道上的往来，斑驳历史的飞页，再访古道，循着客家先民的精神，望断桥，品擂茶，收藏一段感动时刻。